有感来了。暗之西，暗之西。暗之西，暗之西。无暗之西是我对恁讲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一老厝甲阿里坤的阿成。阮台一老厝已经有真侪人来住过啊，而且因嘛真娱乐啊，因为咱台一老厝关系，来熟悉咱岛南婚林这个所在。2021年全国古迹的婚林密报有真侪活动哦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。10月3号，伫北港大湖戏院吼有老歌来演唱哦，有国语台语老歌。10月10号，五角金鹰号主救母记。9月18。高雄批狗戏幻影乌里拍高山，9月20土库顺天宫山顶海味，还佫有土库老街导览，土库顺天宫导览，还佫有张政府来教剪纸哦。9月24有嘛是土库老街来散步，嘛有顺天宫的导览。9月11日，婚林故事馆有邓丽峰老师的在地记录观点。9月19有文化资产的活用，甲现在状况甲未来。婚林密报原来116个文化资产，40外场的文化活动。你若无住伫台语老厝，你是要安怎参加呢？欢迎大家进来住台语老厝，会当参加咱的婚林全国古迹日的活动哦。按仔细希望大家。现在有点尴尬。暗之西，暗之西。无暗之西是我对恁讲的。现在有点尴尬。欢迎大家进来啦！10月12日，五角金鹰，10月10号，五角金鹰，号主救母，号主救。9月10个